现在呢，了快俺那了从没干了嘛，中国么说没干个，说的节目那了说白了也真说，被人蒙包，我就快被你说你历史个，有的，但在被中国了嘛，在唐朝时代呢，就要这个说的蒙多脚，那么说你投资呢和六帮。蒙你投资呢，就要和这个呢挖起了都挖起呢，本来嘛和这个韩语，说呢本来和六八都说自己背就要说了，背就六八的后代因为多久了，通过战争了嘛，在唐朝战争后呢，蒙呢都挖起呢。些弟兄佬，你相当没本事，你都能和千里马，你一都能可以这一切都能得到，但是最后呢，你去团结，做你这个将领了嘛，对，多输了你就去没多不济，赢呢你得要，你这这样呢你将领了嘛，都说呢六帮就要被你落走了。那么你就要团结人，输来越赢来越，那就最后说就战斗了。最后呢，挖起呢就你兵你将领了嘛，你多数脚了都看不透了吧，透说大了。然后呢就说分长江两岸，蒙就要长江以南，中国嘛。北土类了嘛，第一就要长江，第二就黄河，第三就珠江。那么长江以北呢，先不要说，长江以南先不要蒙。但是后来呢，就由于都挖起呢，那些弟兄来，所以你病了，你能了都会走这个呢，就帮了。那你自己呢，自头类了，你病开大，你能别扎了，然后你肾就开了嘛，梦就去不开了被云南，那烧草或烧草就越南个泰国、老国，对你都要被梦就开杀，那么开杀以后呢，就按毛要毛高呢，剩的毛肉毛都要说叫。我毛干开了，那么挖起呢，就来挖起，就得被蒙了嘛，就得一般老人过世，有么入沙都还得刚刚的毛要毛高炒要炒多要来破了破多，空了空多，就得说话也都多。那么这样呢，说就这个走了个，就得破不好拿这个。说了活了活知道，目的就让你，所以呢就得老人过世，被还蒙这样蒙对我让你，要离了后就接都要我你打贴么接的话呢，封着这叫么啥个所以呢还蒙发射蒙对我让你，那么路道理呢就要从挖起起了，那么就说第二。因为被蒙了嘛，就是为什么留了过去的么呢？就要得蒙，真实的蒙呢，是团结，到处都要捏这个呢，我老，或者这个呢么，我老，搞支付过支付搞，土地是多，人家是多。然后呢就开杀，一头要靠，要丢脚称，一靠毛病移。若说多呢，买一多呢就开，所以呢被蒙的话呢就说，过去后若被中国的路了嘛，没叫古路叫的老话无桩桩，苗子无地方，被蒙就没得巧，
说的这个一对落寞得球桃子开花，苗子拔胶，被中国就好梦就好苗子了，这几多得吧，梦就开了最后呢，所以呢，梦要一直说共产党领导被中国呢么的主席和毛泽东到了以后实行共产党领导，天么叫梦了说了梦一了出来团结，现在北呢，天这个呢反没列队，承包土地没列队都梦一马子的么过去呢都要资本家地主，没这呢能什么所以现在呢被梦要到中国还是搞到中，那么就中央呢被蒙了嘛，在从那些美国人被人中国人，这里还要团结至少呢和像过去呢和乱七八糟呢所以就到处开了。现在被中国呢还是开始现在了嘛，被都团结了，基本上我成长呢，那么被一老脚呢。被整个呢整说别人要6脚的后代也说了，所以不要和这个呢，只叫把老嘛套拿他有梦被也整说别那6路整凶土，要被就说呢没那只包的话呢被你路，但是说路就自信要一头老走，那么现在不得代表说被你老主要真说，只能的叫文章梦呢，天叫我这个呢，老人故事，么这个呢，熊叫黑，男叫狗，木桩他老，木桩他的地棺材叫真梦了，被一呢就是你要刚才被这小宝那里已经逮上了，那也梦包也要从。后这就是离了棺材木呢，要说别人所以呢就不但人呢害了，不但这都最老都已经害了那块，有的叫真梦呢，那么还要出差，多要狗的木这个么狗木不到这在出，还要为了棚子出差到，还没多牛不到的，这呢叫真梦。北一呢就多牛好种人家好种多了，那么多大就人家我干了好这我，但是嘛呀人家不知道最老还自信来因为不说呢只能闹事以说为俺们就是只能闹爱累爱累起来爱牛起来改没改的低了嘛。固定能加的的多，不都们个改办来是这或者是我都办来。